一帶一路咧，呢個倡議可以話係為我哋提供咗前所未有嘅機會同機遇，係促進完善國家之間嘅文化交換。所以自己作為香港藝術發展局嘅主席，我哋喺去年24年咧係舉辦咗首屆嘅香港演藝博覽。呢個係一個國際性嘅文化交流平台，可以話係匯聚全球表演藝術組織同埋藝術家，係咁促進並加強彼此嘅合作同埋交流。呢度咧唔僅僅係匯聚咗本地優秀嘅藝術作品啦，我哋亦都係邀請咗嚟自世界各地嘅藝術家同埋表演機構，共同推進文化嘅交流。我哋香港咧係作為一帶一路倡議嘅重要樞紐啦，我哋一定會利用好香港演藝博覽呢個咁難得嘅平台，搭建同世界各地包括一帶一路國家同埋地區嘅重要橋梁，亦都係推動藝術合作同埋聯繫。呢個唔僅僅咧係能夠提升香港喺國際藝術界嘅地位，我覺得咧係更加能夠促進文化嘅多樣性啦，令到更多人了解到香港嘅藝術風貌。去年嘅盛大博覽中咧，我哋嚟自一帶一路國家嘅參與者咧係包括咗中東嘅沙特阿拉伯啦、阿曼啦、巴林啦、阿聯酋嘅阿布扎比啦、杜拜等等地方啦。咁我自己都結識咗好多朋友。喺呢啲領袖講座裏邊咧，我聽到佢哋分享全球藝術界嘅專業嘅意見啦，同埋經驗。博覽嘅表演節目咧，發現之旅咧，由香港演藝博覽同埋國家藝術理事會南非共同創作，透過雙方嘅合作，促進咗香港同南非之間嘅文化交流同埋互動。此外，嚟自馬來西亞、新加坡同埋巴基斯坦等嘅一帶一路國家嘅藝術團隊，亦都係積極參與當中。喺展覽同埋唔同交流活動中咧，為我哋帶嚟咗好多元嘅文化視覺同埋創意嘅啟發。我哋舊年有咗咁好嘅經驗，咁展望未來，我哋喺2026年咧，亦都即將舉辦第2屆嘅香港演藝博覽會。我哋將加強同一帶一路完善國家嘅合作，透過國際精品演出啦、項目嘅推介啦、講座啦、展覽啦、博覽節目啦，同埋一系列嘅交流活動咧，令我哋更多嘅藝術家同埋觀眾能夠參與其中。所以我堅信，通過呢啲咁嘅努力，香港將會成為國際矚目嘅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。所以我誠摯邀請各位藝術工作者同埋機構咧，積極參與我哋藝發局嘅香港演藝博覽會，攜手共創更好嘅文化未來。